南投民间有一间以茶做主题的游客中心，即马阁增加一个茶厝，让游客会当亲身来体验。大的茶球，它目前有280台，已经是台湾第1大茶球。导览员甲游客介绍南投做茶过程冷暖的茶球，嘛提供满茶时爱穿的衫、甲过礼啊，互游客体验。那详细说明做茶过程，嘛互游客亲身插茶。这是交通部观光署33国家风管处伫清北坑游客中心的茶文化主题馆。有新开幕茶厝，游客来遮唔但当熟悉世界茶和台湾茶知识，会使穿黑板茶衫，阁会使插茶，真正真趣味。尤其是会使敷面膜，进前袂想到讲茶米会使做面膜。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是我们松柏里特有的松柏长青茶。茶厝有专业的师傅用泡茶来招待游客。清北坑游客中心除了茶文化馆，也增加一间茶厝，游客他啉到中式和西式的茶，另外阁他食到民间的茶、姜黄和红芪，加农特产料理。现场也有规划一个互青龙卖农特产的空间。较早咱讲第一泡茶爱倒掉，我就是咧洗茶米呢，结果唔是呢，结果原来是要互迄茶叶吼，它是球形的，然后要让它舒展。来咱清北坑、南投清北坑民间遮上好的茶米、上好的农产品、上好的特产，包括咱中部5县市的，拢会当伫遮买会到、看会到。是一个品茶跟一个展售的空间之外，那他们后续也会再推出茶文化的讲座、茶工艺的展示，那还有茶乡体验小旅行等等。33国家风管处表示，游客会当透过33处的网站，线顶注文免费的导览、茶茶体验等等，也指出未来茶处嘛规划推出茶文化讲座、茶工艺展览这个活动，互民众了解茶米的文化。记者辛平基南投报道。